请咱备办心做伙来吟诗。向你这边平安。等下请献开信息。信息第2首，幸哉幸哉幸哉。这首等下会甲36首做伙吟，先歹势，请献36首，咱要先来读歌词。36首，上帝恩惠慈悲。信息显开，来请。上帝的恩惠慈悲极悬无底比，仰望关山岭四边，白雪满片时。透早天门山火开，日头发光辉。这山悬大人心酸，主恩搁较悬。第2节，上帝恩惠慈悲极深无底比。海见水退的山坪，大影破伫遐。黄昏家己离海岸，日光枵袂散。这海虽深，水上阴，主恩搁较深。第3节，上帝的恩惠慈悲极宽无底比。一望无尽的沙漠，遥远的风波。凄清阿拉伯旷野，月光在照射。这风波虽然真大，主恩搁较宽。互咱第2首甲36首要做伙吟。第2首，幸哉幸哉幸哉，幸哉幸哉幸哉，尊灵大主宰，咱着唱歌最响，有路上得出名。幸哉幸哉幸哉，将你天对甲盼，有路上得至尊至高主宰。幸哉幸哉幸哉，万心拢敬拜，免流感恩尊因奉献的宝座前，千千万万天君，美丽欧陆敬尊，主声感谢。上帝大恩，幸哉幸哉幸哉，尊的大主宰，万民大声敬信，有路上帝慈悲。幸哉幸哉幸哉，尊因高万世代。
音阿门。阿门。好，信息638首。互咱先来读歌词。第1节，请。咱着出欢喜的声，感谢俄罗主的名。我国已经收倒来，毋惊风台大损害。主上帝替咱安排，所有好物入厝内，着入圣殿来敬拜。俄罗上帝大仁爱。第2节，全世界受主管理。出产侪侪荧光衣，卖甲花上时落地，做伙中心到落尾，大生开花就结籽，然后收成到清气，关爱真做好果子，互主欢喜收入去。第3节，咱的主国来迄时，收割所种归伫天。到时伫咱地面上，罪恶气皮拢烧扬，主的天使要临到，因迄烧皮是最后，总是所有好五果，互主收入真快乐。第4节，愿主耶稣紧过来，最后收成入厝内，自集你的正经儿。互因日头放欢喜，求你洗因到清气，互因甲你永徛起，求你带天军紧来，带阮入阳光所在。好，咱做伙来吟诗。同心阿门，阿门。好，咱诗吟到这，请咱备办先来敬拜。请咱做伙来敬拜。
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人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人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着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请咱做伙起立来吟诗，圣诗第2首《圣在圣在圣在》，以及36首《上帝的恩惠慈悲》。现在，现在，现在，尊严的主宰，咱就如花在手，路上的重要。现在，现在，现在，建立梯队歌歌，路上的基尊机关主宰。现在，现在，现在，百姓都敬拜，免了感恩这耶奉献的无途径，千千万万天君，你了了敬主，落下感谢，因为上帝光。现在，现在，现在，尊的歌主宰，人民大下言行，无路上的主名。现在，现在，现在，主应高万世代，路上归心，都以爱传来。上帝主为主名，耶和华的名，永蒙关山也是名，耶最我的心，高在梦山为你到我公会，在所关暖让人生，主我看我，耶和为主名，极尽我的名，爱的水归山平，我因我的娘，我的爱慕，我的霜，这爱是情最上意，我高较深，上帝的为主名，耶和华的名，你无不在山河，永远的红花，奇迹阿拉的光耀，每天的照相，这风不虽然严格，主恩高靠我。现在，现在，现在，全能的阿爸爸，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是独一的真神。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伫地的上帝。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你堪得受荣光、尊贵、全能，因为阮拢是对你的旨意来做成的。我们用心神甲信实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
学了你，愿你暗耳听阮的声，欢喜接纳阮的敬拜甲祈祷。你也是有恩惠甲怜悯的上帝，伫阮得罪你的时，恳求你用你无限的疼痛来引带阮，互阮通知家己的错误，会当借着悔改来学习你的样相，也互阮会当活倒转向你，诚侪你所欢喜的儿女。每一天，阮拢要来祈求你，笑念你的话语，安静伫你的面前，听候你的声。求你将你的智慧赐予阮，会当明白你的旨意，帮助阮面对所拄着的艰难。求你互阮有合一的心，彼此做好的肢体，来诚侪主的圣工，荣耀你的名。亲爱的阿爸爸，你也是医治的主，阮也要为着身体欠安的人、心内丧香的人来祈祷，求你医治因、怜悯因、看顾因、安慰因，也将喜乐的神灌压因，互因虽然身体衰弱、心神软弱，也无安尼来失去愿望，也着我靠你来得到快乐。因为逐项的原因，袂当来到教会敬拜你的，求你保守因的脚热，固守因的平安。台湾虽然武汉肺炎的疫情受到控制，百姓的生活慢慢恢复正常，但是世界其他国家犹原有侪人受到病毒的侵扰，求你怜悯。互各国会当紧紧研究出预防的疫苗以及治疗的药啊，互这个疫情会当受到控制，免得侪人失去性命。阮也要感谢你，互教育馆顺时来起造，嘛摕到使用的执照，刷落去6楼甲7楼内部的装潢也已经咧进行，求上帝继续看顾。互工程会当顺时，阿爸爸，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每一日会当亲近你、服侍你。愿你差派阮诚侪世间的光，常常将你的福音、诚侪光明的灯火照伫人的脚前，引带人来到你的面前，来认捌你，甲你和好，诚做你的囝儿。做阵有份伫天里的家，愿你的圣神甲阮伫地，将你的话开听互阮，借着牧师所开听的道理，互阮通知你所要爱阮所行的。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你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荣、恩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个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的启应，启应第18诗篇67篇。启应第18诗篇67篇。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
一切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予阮。咱做伙来读主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5章第1节到第2节，以及第6节到14节。台语汉语版的圣经咧新约222页。何修版的圣经咧新约297页，咱做伙来读以弗所书第5章第1节。咱既然做上帝所疼的囝，就学上帝，也着行伫仁爱，亲像基督，捌疼咱，替咱献家己做礼物，做祭司，芳芳伫上帝的面前。第6节，恁无得互人用无影话所欺骗，因为上帝的受气为着这个事到伫悖逆的人，所以恁无得甲因有分，因为恁前是暗，若是胆踮伫主是光，就照光明的人来行，因为光的结子在伫一切好、甲义、甲真。验明什么是主所欢喜的，无你参插伫黑暗无效果的行罪，较好着即辈因，因为因伫暗前所行的，连讲都见笑。独独凡事受责备的，就是互光所显明，因为既若受显明的拢是光，所以讲困的人着醒，对死人中起来。对基督的光要照恁。只是圣乐队要赞美，赞美的诗歌是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这是心所愿，祈求无离。我要亲像你，愿背十字架，互主无离。我要亲像你，互我的身躯成做你圣殿。我要亲像你，有你的圣洁，甲你的疼心。
是亲爱的救主，我要亲像你，我决意要放下世间的富有，将我一切拢献予你。此时，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光明的主路。咱会当照伊所甲咱备办的时间，搁三甲组织来敬拜伊。基督徒每一礼拜咱三甲斗阵的时阵，毋是干那为着咱家己求心灵的平安，为着家己求添福寿，毋是安尼。常常咱有一个真重要的角色甲功课，叫做代祷，代替众人，为着众人来祈祷。所以伫过去这几个月，咱一直为着武汉肺炎所引起。无论是伫台湾啊，世界各所在即款的疫情，咱三甲放在祈祷中。尤其是咱的祈祷，毋是干那对额头三尺有神明，迄个看袂到的上帝祈祷，是因为伊心中望甲应允伊答应的代志，咱用伊答应的代志来伊祈祷，这是基督徒真特别的祈祷。甲你去伫伊个其他的机会，夜香对拜祈求无啥共款。也就是讲，我用你所答应的代志，然后我来甲你讲咱是毋是会当照安尼？你照安尼来行，迄敢若好亲像，莫讲阮大日嘛安利阮囝，包括教会的团契少年人，走来讲牧师，啊你讲安怎？哦有影咧吼。所以照咱原底有讲的，咱教会即款的方向来跑走。对，基督徒在祈祷的时阵。拢是因为上帝有答应，亲像这本的批信顶头先知所讲，耶利米书29章11节，咱最近来读台语吼，来，耶和华讲，我知我对恁所存的意思是想事平安的意思，毋是降灾的，要互恁马景有望。耶和华上帝说，我所对你们存的意念就是你的心意，你的旨意。上帝的想法，上帝的旨意，其实是要想事互咱平安，毋是要互咱面对灾厄。咱是照安尼来伊祈祷。所以伫过去这几个月，咱真感谢上帝，互咱踮伫大环境有这款挑战的中间，咱抑久会当得到保守。毋是因为台湾得到保守，咱感谢来尔，咱搁较恳求主。照伊所答应的，或即马世界还佫真侪国家，每一天遐佫遐尼侪病情发生，佫有遐尼侪人丧失因的性命，咱恳求主怜悯，也将真实的平安降落伫因。咱踮咧台湾，咱知影毋单单是因为即届百姓大家配合甲真好势，即个经验常常专家提醒咱，是萨甲17年前。2003年迄阵 SARS 的经验提醒咱，所以咱互相有真好三甲学习。伫即款的过程，咱愈来愈体会到一个公共领域的代志，所谓的公共领域的代志，大家若愈注目、愈关心的时阵，伊会进步，伊会当对百姓、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益，这是一个应该有的款式。所以，这位先生虽然离咱较远，不过我坦白讲，细汉的时阵，我对伊所讲的话有一点仔意见。我讲吼，人哪有讲出世是为着别人活的，出世当然嘛是为家己活。哪有人讲出世人生的目的是为着要服务？我感觉伊吼讲太高调啊！人生以什么服务为目的？这什么人讲？我细汉的时阵吼，读这我讲吼，这有一点仔骗人，对不？当然，你作文是这样写啦。小学的时候我作文嘛安尼写，但是每一摆你写这句话，我就想讲，这个孙先生哈，他不知道民生疾苦哈，不知道小学生多辛苦。我活着当然是要为自己啊，无我玩具就互人摕去啊。功课成绩都人摕较好，当然我是为家闹个人讲，我是为着要服务为别人咧。但是渐渐大汉了后，咱体会伊即句话，伊讲迄个时代，100多年前迄个时代，伊咧提醒中国、清国的百姓，提
提醒全国的百姓讲，着爱有革命，爱有改革，爱有一个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毋是为皇帝服务啦。吼，当然迄是100多年前的时阵所面对，所以走出来一个讲政治就是公共的代志。哦，原来政治不是那么龌龊，政治就是正人的代志啦，关心正人的代志。所以对安尼，基督徒国较有责任，爱为着咱的社会、为国家、为所有掌权执政、做官员、做议员、做立委的，国较着爱为因祈祷，互因会当谦卑、心存怜悯、欢喜照上帝真理来行，迄是藏伫人的心。啊，有怜悯，有公义，有怜悯，有公义，然后欢喜谦卑。来用伊手头所得到这个积分，迄个积分是百姓人民所交托的，无论是文武百官、立委委员，还是这议员，啊，咱嘛会当发现到，通过安尼，保罗写予罗马书，伫罗马人书第13章，伊讲，那安尼再当互咱安怎端庄来生活，互咱的生活会当叫咱真细正。欢喜无惊吓、无威胁的即款的情形下面，咱会当正常欢喜快乐、舒适来过咱的日子。这是基督徒最重要，所以咱毋是干那为着家己求平安、添福寿来尔，更较要紧，为着这公众的代志、正人的代志、世界的代志，咱嘛求，特别是求上帝，互咱看到台湾这个20年来政治的变迁中间，愈来愈往一个适当正确的方向行，咱家己教育馆的起初，咱嘛经验到即款的事。伫遐个行仔内，咱发现哇，足多代志甲法规安尼卡掉的，所以毋是咱干那努力咱所做的。咱看上帝伊嘛差派伫适当的时间，差派天使帮助咱，互咱一寡问题会当解决。咱知影。头前这条巷仔叫335巷，当咱开始要动工的时阵，伫个市政府的地图顶头，这个叫做计划道路、未开辟道路。恁也袂用开哦，啊，毋过行60年啊，吼！你看嘛，咱点要做礼拜超过60年，咱行60年，伫市政府的图顶头讲，这还没有开辟，所以恁拢乱行。咱行60年，讲叫咱乱行，伊水沟啊嘛已经开啊，点仔骹毋爱铺几摆，吼，咱行60年，啊讲，但是咧岛顶头叫做未开辟道路，所以为着这，都爱去甲市政府看讲安怎，你照事实定律安尼来尔啦，无叫你搁开钱，毋免搁开钱，都类似即款的。咱过去这几年吼，这4年的起诉教育馆的过程。建筑委员，特别是主委，伫咧即款的书顶头，哇，开足多时间呢。踮咧市议会、公听会，踮咧立法院，啊，请立委到三公含国税局、含台电安尼三甲来开一寡协调会，再当一项一项解决。伫咧4个月前，咱嘛有印象来做礼拜时，你看咱对面有一条迄电缆这么大的电缆呢，搞个去啊！啊，你敢有发现已经无去啊？咱感谢上帝，议员共款，通过建筑委员，通过注意大家的努力，啊嘛，通过何志伟立委办公室的协助，真欢喜。迄个佩玲议员今仔日也伫咱中间吼协助啊，所以按若无吼，是个吼，咱若有人踮咧台电上班吼，我得罪你吼，因为因实在是依法行事啦，对无？吼，迄电缆安顶头加1箍，你讲爱乌下骹吼爱5箍。啊！恁顺9月要出钱无？我这地下化是正清嘛？讲在后摆才地下化嘛。今仔日先从顶头，从顶头厝边就抗议。啊，类似即款代志，为着迄电缆，咱拖几落个月啊！啊，感谢主，甲咱备办，啊，通过迄个办公室的协助，甲台电啊，咱有一个对话，啊嘛，通过因的督促，所以咱顶礼拜有报告啊。流动厕所已经拿掉了，对吧？所以你洗手间是这边哦，以后虽然还未验收完成吼，还佫有真侪瑕疵，不过咱继续用遐加较看活，
就是讲各个验收的过程，电已经入来，所以咱会当开始渐渐用。嘛因为安尼，所以咱知影伫个敬拜中间，上帝伫咱的中间，伊嘛真意爱咱通过即款的互相代祷，互遮个伫伊的积分顶头的人，会当搁较忠心，知影有上帝的公义，嘛上帝守护因人民体贴百姓的心，所以会当谦卑来使用伊所领受的积分，无论是总统、院长、委员、议员，甚至里长，拢知影因手头有的这积分，若照圣经写，是上帝交托的啦，托互伊来备办。所以我先介绍今仔日伫咱中间的朋友吼，迄个佩玲议员吼，甲林主任吼，办公室的主任，好，多谢，请坐。搁咱干道教会黄长老吼，伊嘛拢踮咧干道迄落到三间吼，请坐。咱知影这事吼，伫敬拜中间，咱望嘛，互兄弟姊妹会当搁较侪经验感受到上帝对咱的心意。虽然咱有碰到真侪功课挑战，毋过通过伊话命的话，甲咱的性命结连斗阵，你要去领受一款超越理性思考的话命。毋知咱阁会记得无？当两礼拜前，咱开始经验防疫新生活。防疫新生活的时阵咧，甲咱讲啥？讲你着爱安怎？讲你着爱戴口罩，洗手同重要，对无？洗手同重要，搁戴口罩，搁来爱保持一个距离，大家互相会亲安。所以咱伫个顶礼拜时阵，有咧讲到即款属灵的功课毋是干那你戴口罩那尔属灵的功课爱注意的就是亲像洗手，要安怎互家己灵性的性命得到清气。通过耶稣基督的保护，戴口罩提醒咱不该说的话不要说，食饭的时候莫讲的，不要高谈阔论。那安尼的时阵，咱伫属灵的功课顶头学习到啥？咱咧讲互相，咱着爱保持一个距离，无过握手。伫属灵顶头安怎互相推尊？伫过去即礼拜，我问过一寡小组兄弟姊妹，即几项恁体验同亲的是倒一项？结果投票票选同最体验的是选一项。咱最近来读台语来，恁的嘴拢毋通讲出拉三的话，独独着讲好话。照及时的欠客来造就伊，互听的人得到稳定。只要随着需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见的人得益处。随着需要是需要才讲哦。这个时阵人讲我著感动，我著爱讲，有需要无？你有看到迄个需要？迄个需要你讲出来话会当造就伊，然后互伊得到利益，得到帮助。所以。戴口罩是防疫新生活，是生活中间，但是灵性活命咧，这个口罩提醒咱讲话时阵爱搁较注意，搁较细腻，互人得到造就、安慰、宽勉。甲同事斗阵，甲朋友、甲厝内人斗阵，咱讲的话有当时讲我都无歹意，咱无歹意，就爱讲需要讲会当造就人的话。不止啊，侪兄弟讲着一项，恳求主帮助咱。敢若好像咧讲到防疫新生活的时阵，那咱拢会记戴口罩。2礼拜前咱有讲，因为安尼，所以你是毋是也学习灵性敬拜新生活做礼拜时阵摕家己的圣经来，安尼你凭圣经踮咧做笔记，拢会当真自由，都毋免个考虑讲，哎呦，这公用的圣经我敢会当画，敢会当写，安尼无适合。这是一个生活帮助咱，帮助咱，互咱。行到倒位去，就上帝话你撒到倒位去，会当踮咧迄个中间得到利益，得到帮助。出门以前拢查圣经吗？所以人讲无主，你敢有影看会到？遮尔细本你敢看会到？这是咱12岁小学毕业要读国中1年的主日学会送因的礼物，就即个，就是遮大本。12岁当然嘛看有，你讲你敢有影看有？会啦。
你若买吼，你嘛看有。所以顶礼拜有一个姊妹吼，就讲好，我牧师你甲我买一本看卖，我看有无吼。有影，较方便。你不管安怎出门吼，你要查拢较方便。敢若好亲像马太福音第4章18、18节，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了2兄弟，就是那叫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弟弟。弟弟叫什么名字？好啦，我是干那要互恁知影，讲我看有。所以你出门的时阵炸啥？今仔日出门的时阵，大家拢会记安怎？大家也忘记手机啊、锁匙啊、雨伞、水杯啊，啥种手帕，逐项。我碰过一个慢跑的人吼，阮踮迄个慢跑的时阵，哎，啥拢无迄落流汗，哎呀，手指那挂遐大，我手指安尼安尼啊，哎，伊的手指竟然是锁匙啦，伊就敢若甲门的锁匙断掉，啊，剩的拢无扎。你看伊的手指，你出门的时候你带什么东西？啊，我咧准备这 PPT， 啊，一个同工讲，牧师你还缺少一样，我看不见，用长辈吼还要看有没有假牙吼，大家人拢无共。你出门的时阵，你会记得摕啥？你会记得甲上帝的话放伫你的性命无？这目睭看会到物件，当然你拢知。但是你今仔日要出门，你将偌侪金句带伫你的头壳内，啊无你至少甲周报中间讲道迄篇杀掉，内面有足侪金句，哈！你至少甲迄张杀掉，看上帝是毋是今仔日要甲你讲话。这是一个咱今仔日咧讲。光明的镜儿真重要的，咱今仔日先看上帝是光这个功课，因为创世纪一开始咧讲上帝是光，咱来读第3节预备来，上帝讲就有光就有光，上帝看光是好，上帝将光暗分开，上帝叫迄个光做日。叫暗做暝，有下昏，有早起，是头一日；有黄昏，有早上，是第一日。下昏时，啊，甲有早起时；有晚上，有早晨，第一日。为什么我甲第1节甲第2节甲切开？18世纪、19世纪科学发达，愈来愈想要用科学证明圣经是真的。到19世纪末的时阵，1895年以后，发现讲，咱会当计算上帝踮咧即个历史顶头的时间，因为圣经甲咱讲，1000年亲像一日，创造规个世间历史到即马6天，所以6000年，所以到1900的时阵，进入20世纪的时阵，发现讲哇，哪呢？1900搁过100年到2000的时阵，6天结束啊，过来就要进入第7天，所以用安尼来推算回去，迄个时阵到耶稣出世2000年，耶稣搁往前1000年是大卫做王，大卫当王3天啊，大卫做王搁往前搁杀1000年，差不多是亚伯拉罕迄阵啊，搁亚伯拉罕迄阵啊，搁往前送2000年。上帝创造的第一天出来，用科学来计算上帝安怎做代志吼。所以那安尼，亲像圣经讲的，到2000的时阵，咱6天6000年拢圆满啦，就要进入第7日第7个1000年。所以安尼迄阵啊，咱同尾700年，人类都爱搁较谨慎。所以有真侪圣经学者。就用安尼来计算，问题到20世纪，就是1900以后，原子、核子的发现，互咱重新来看时间的时阵，发现讲，哎呦，毋是人6000年哦，嘛毋是讲什么人类10000年、8000年的历史，敢若即个地球的土粉吼，即粒石头啊，地球即粒石头就几落亿年啊！所以迄阵啊，一个真大的争论，即个神学家就翻头来讲，即科学有问题，毋是圣经有问题，是科学有问题，嘛毋是圣经有问题，是袂去看伊计算圣经的时间有问题。伊讲这是即个科学有问题。当然，咱知影尾啊，有真侪即款的讨论。
所以伫迄个中间，为着要解决有一点仔自圆其说，为着要解决即个时间的问题，甲第二节甲第三节切开。原来啊，6000年前是第三节开始啦，所以讲即个地球已经过了1年啊，还是宇宙中间有一寡已经足久啊，是咧讲第一节甲第二节。我今仔日用即个甲大家分享，真重要的一个，就是当咱咧读上帝话的时阵，圣经，咱毋是要去求即个地面上的学问、地面上的理性来解释圣经。你翻头哦，用圣经来看你今仔日所碰到的事，安尼会互咱的目睭开，互咱的心灵开。安怎讲呢？你注意来看吼。这段毋是要甲咱讲上帝创造时间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到底安怎算？重点毋是伫遐。你讲创造的时阵，上帝创造一个物质的世界，但是上帝将伊的灵分伫人的中间，伊嘛创造一个活命的世界。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有讲上帝是听，上帝是光。这是伊存在的一个本质。上帝将迄款的光特别想述伫受创造的人的生命中间，咱会记得上帝是光，对咱会是一款要紧的道理。所以对安尼，当上帝伫亚当甲夏娃内面分迄口开伫伊内面的时阵，咱称作是一个 new beginning 新的开始。哈，伊毋是时间点的前后。是咧讲到受造，咱虽然有点伫咧空虚混沌的中间，但是咱嘛有一个实在领受上帝光、上帝活命，咱即个人。那安尼的时阵，咱要进入今仔日的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过去即几个月，咱一个月有一届咧讲到以弗所书，以弗所就咧中间。这个所在是土耳其，叫做阿西亚，即马叫做土耳其的同西边叫以弗所，这个城隔爱琴海过去就是即马的希腊。所以这个以弗所是保罗传道的中间，用上长的时间点遐培养信徒、栽培、做长老的，用上侪时间是伫以弗所。所以尾啊，伊写一张批，互以弗所的教会，咱称作教会论。讲教会是啥物？以弗所书就咧讲遮，讲基督徒你我是怎样伫即个地面上生活？简单个回想一下，你会记得无？咱讲以弗所书，通过耶稣基督伫基督内面，咱得到国活，国活以后，甲主耶稣坐伫一起做。这意思是甲咱国活了后，甲主耶稣。咱共款掌权，共款享受迄个尊贵。这以后，咱会行做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好，行代志，每一日生活中间，你过活了后，坐伫做王了，你行代志，会甲你所领受的恩典哦。我常常讲阿罗伯爱孙。都爱有阿老伯的孙的款，对不？树林教会兄弟姊妹，就至少有树林长老教会兄弟姊妹这个款安尼，做一个树林人，还是做一个台湾人，咱嘛会发现，咱家己有注意到，外国人嘛会分别啊，这是台湾人，这不是中国人哈，伊嘛分别会出来，就类似这款。所以同款，咱咧讲，伫耶稣基督内面国活了后，除了坐伫享受国活的尊贵以外，伫日常生活会行做，甲所领受的恩典会堪伫，亲像所领受。以弗所书上尾也咧讲，那呢，当有危险、有挑战来的时阵，你能够站立得稳，可以抵挡、坐、行、站，坐伫做王，行代志，甲所领受的恩典会符合，然后徛一在。大水泛滥的时阵，你有完徛在；对敌来的时阵，攻击的时阵，你有全副的属灵的军装，属灵全副的军装，让你能够抵挡。这是规个以弗所书啦。
伊就是保罗写批互伊所教会，嘛是互你我。后礼拜爱家团契要进入第5章，今仔日说细节，咱踮咧讲义中间，你若买，我毋知影外口有准备好无吼，你会当摕转。但上要紧的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咧讲着，任何的性命，拢会显明伊一款内在的想法、思考、动机，甲你的备办。你有思考、有动机，你有备办，然后伫你所结出来的果子才会走出来。不管你结出来是甚物款的果子，所以内在性命有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救恩，会光照伫咱内面的时阵，会显明良善、公义、甲诚实，这是保罗特别要讲。敢若像一丛树共款，伊得到光照、光合作用，伊会结果子。一个人的性命得到耶稣基督的光照，伊嘛会显明出来，显明伫伊的生活中间，这叫做结果子。所以光明的囝儿会结即款的果子出来。伫咧读宣教历史的时阵，咱常常会记得史怀哲，伊踮咧非洲南巴伦遐的医馆正边是金阳村药馆啊，你看伊迄100年前的药馆啊吼，大大小小呢踮咧迄个所在。有一个记者翕伊一个相片，倒屏即张相片，一只小猩猩抱一只迄个猫，啊伊甲原住民斗阵。真侪人写史怀哲的故事，全世界足侪国家拢有史怀哲之友协会，大家拢安尼点。史怀哲伊讲一句话，因为伊看足侪人写伊的故事，伊看甲讲哦，无一个人真正了解我。敢若踮咧非洲，甲我做阵生活的人，才有法度了解。偏偏因袂晓写恁写的物件，写伊的物件拢是即个欧洲、美国啊，哇！大家足敖记者足敖写啊，即学者嘛足敖迄落真侪。伊讲伊看讲无一个人了解我。敢若踮咧非洲遮，甲我做阵生活遮的人，因才知。偏偏因就袂晓写恁写的物件咧，伊常常用雅各书第2章这段话讲：身体若无灵魂是死的，信心若无行为嘛是死。这个人是活人，还是行尸走肉？看你有灵魂无？看有怜悯、公义、有谦卑无？同款，你讲你有信心，就看你有行为无？你的动作是甚物款？这个信心，伊常常这样，所以伊用38岁才去非洲。一直到90岁安休，搁伫咧非洲，伫咧看患者，超过50年的时间。咱知影讲到史怀哲，伊的同要紧的 slogan 就是这项：尊重生命。常常看伊按50年踮咧非洲，安尼看安尼，咱看伊抱一个囡仔，看那迄落真细汉啊皮包骨，想办法甲医治起来。毋过伊查某孙讲，阿公咧讲尊重生命，有另外一个最要紧的意思。伊有一个查某孙，1950年出世，伫咧2000年以后来台湾已经5、6摆啊。北医、阳明、中国医药学院、成功大学医药学院、高医等等，逐年拢有无共的人请伊来。这个查某孙嘛是医生，嘛是音乐家，伊是踮咧瑞士出世。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还有读医学院，所以是医生嘛，是音乐家。伊感觉真惊讶，第一摆来就SARS前后迄阵第一摆来，尾啊2008个有来，2013个有来。伊感觉讲全世界无亲像恁台湾哦，遐尼，迄个我用即句话我讲的，毋是伊讲的，遐尼小湾啊讲吼，因乃史怀哲之友遮尔啊推动。全世界真侪所在拢有所谓史怀哲之友这款，但是台湾伊看哇，有影对伊的阿公吼，伊讲伊家己嘛是领受足多。伊讲我阿公咧讲尊重生命的时阵，甲我提醒，真侪时阵患者所需要的，毋那是医生来尔，真侪时阵伊无一定是需要医生，伊需要是关怀甲尊重。一个患者，当你甲尊重、你甲关心的时阵，伊的病已经好一半。所以反头来讲，伊是咧甲医生讲，甲这史怀哲咧甲这查某孙讲，你若后摆要做医生，你也要有真深的关怀甲尊重。
你若安尼时阵，患者来甲你遮，甲你讲两句话，伊会变到好一半。哦，伊需要是一个尊重性命，这是史怀哲咧讲的。什么叫尊重性命？伊其实引用《以弗所书》第5章14节咧讲，困的人都爱醒起来。要安怎互迄个人伊原底咧困醒起来？毋是伊外在变，毋是大家伊外在变来尔。我有写到100多年前，真侪宣教师按欧洲，无论去亚洲、去非洲，有一个宣教师100多年前嘛，共阮去非洲。啊，咱知影迄个时阵，因拢会甲囡仔较侪会关心，敢若像马街来台湾学台语嘛，是甲遐个饲牛的囡仔开始斗阵。有一个德国的宣教师去非洲100多年前，有一个4岁囡仔父母无伫个啊，所以就甲即个非洲的囡仔带伫身躯边，逐工拢照顾伊，敢若家己的囡仔共款，教伊佚佗，教劈啊！100年前无啥物玩具，教劈啊就同好。哦，这对非洲囡仔足厉害，真紧就学会晓。有一天，即个宣教师要出外界，特别甲交代，毋通教劈啊！凊彩劈到我无伫个，你毋通耍，无毋拄好，若去劈到人毋好。伊一离开，即个囡仔马上就去找出来，伊都摕石头哇，遮啪，尤其是踮咧迄落水池啊遐，踮咧池塘，拄好泉水足快乐，哇！毋拄好煞甲遐一只鹅吼。这鹅是宣教师带入来，一只鹅吼，煞甲断死。哦，当然遐鹅几落只，哇！紧张一个，紧去甲迄只鹅摕起来，补一个空，甲抬落去，吼，无代志。宣教师转来也无发现，因为池塘内面鹅几落只咧。毋过迄天开始，踮咧厨房伫煮菜迄个共款非洲的原村迄个总铺师傅，伊看到，迄天开始，茶 QQ， 伊就只好跳，食饱碗碎，这茶嘛爱破一下，我斧头太重了，拿不起来。安尼哦，你迄只鹅带多哈，哦，再怎么走紧，甲我走去遐吼，去遐去买一下什么物件紧嘞，较紧嘞，我即摆走骹无用。毋过我遮个有代志，安尼哦，迄鹅你带多哈。哦，赶紧走去安尼。按迄天开始，即个囡仔，逐工就踮迄个无用遮个代志。厨师叫伊创啥，伊就爱创啥，不管创啥。哦，遮足忝的，甲我小堆的。啊，伤细来啦，你鹅是带倒去啊，吼，较大来紧哦。有一天伊挡袂牢，规礼拜了伊挡袂牢，走去即个宣教师，即个囡仔走去宣教师的头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哪哭哪讲，讲迄天你无伫的吼，我照劈啊去甲迄只鹅吼，拍死啊！这宣教师讲安尼哦，你家带喺倒，伊就紧带去，就遮啦。讲好，王人感谢主，你搁知影甲带起来吼，个别礼拜所举行了就煞，王紧吼已经煞，安尼就好。我知后摆较细腻吼，我咧讲算照片，就是惊讲去伤害到人，伤害到性命，伤害到别人，安就毋好。哇！这囡仔，忽然间，迄天醒起来，对伊来讲，迄天叫做过啊。通过耶稣基督的光照伫咱的中间，是要互咱醒起来，毋是个浑浑噩噩行尸走肉。要互你，我毋知是多一个部分要互你醒起来，因为基督的光要照伫你内面，你我咱拢是，咱是光明的囝儿。因为上帝是光，伊创造光，伊将显明伫世界代志放伫咱的中间，咱毋免安尼看，行喺这风灾，行喺迄安怎，毋免，咱要醒起来，因为困的人要国活，基督的光照伫咱的中间，这就是史怀哲常常咧甲人讲尊重性命，毋是受伤，你紧甲迄落爱手术，紧甲手术，互伊个会喘气。毋那是干那喘气的代志，是伊的性命有互光照着，有醒起来无？感受到人的关怀、尊重即款，所以这是光明的囝儿会结出来的果子。会特别去注意到圣经公会，是因为即马有一个机会参与伫圣经公会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是伫个马德里。
西班牙圣经公会，一般的圣经公会有门市，弄甲真安尼光，所以人行过会看到迄内面。这是40年前的故事，30几年前，有一个人走入来买圣经公会一开门，伊就买一本金边的圣经，金边的圣经，买了就紧结账，结账了伊就赶去上班，早起9点开门。伊出去了，这店员才发现讲，钱也付，发票也摕去，那圣经无砸出去，赶紧就出去甲讲，你圣经无砸。这个人才甲讲，有我圣经一定摕啊，无啊，你这本你咧遮。伊讲半年前我都已经按遮价啊，我橱窗一日看，看这圣经金边呢。我迄阵拄好最潦倒的时候，同凄惨。我看这金边，我毋知伊啥，我敢若想讲，这本也摕去卖阮当有钱。我入来我就甲迄个，恁无注意，我就摕去啊。无想到讲，迄本卖无钱啊，卖无钱，我煞踮咧厝诶，就甲掀起来看。哪看，煞内面有一寡话吸引我，看无我去拜堂去问牧师，遐开始甲因斗阵，兄弟姊妹甲斗阵为我祈祷，我一定有工作啊！我第一个月领到薪水，所以我来遮。其实我圣经已经人摕啊，所以我是要来付迄本钱。上帝话光照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醒起来，所以这是咱咧讲，光明的镜儿会结出来光明的果子。上帝话要帮助咱，互咱会当有即款生命的影响力，果子也产生即款影响力。拄咱所读后壁第10节，大意的圣经安尼讲来，着验明什么是主所欢喜。欢喜是讲查验。查验也好，验明也好，是意识着。兄弟姊妹，你要常常提醒家己，意识着家己讲，我是属于上帝的囝儿，我是光明的囝儿，所以咱会结出光明的果子。什么叫做意识？什么叫做查验？因为我较瘦，若放互自然，莫去甲想着，我的动作差不多是安尼。我讲话，你若按侧面看，大家是安尼，所以差不多每一摆。应该是这顶面的人看会到我的侧面，这是我同自然，我感觉同舒服的情况。恁感觉安怎？徛落安怎？但是当我意识到我应该停伤的时阵是甚物款？其实我意识到我爱停伤的时阵，不过才边来尔啦，对不？并没有停伤，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肉较瘦，无迄落。但是我必须要意识到，当我放自然的时阵，对我无好，对我这个腰脊骨无好，对不？我必须要意识到，讲我爱停伤，安尼对我的脊椎、我的韧骨才是好的，对我规个身体才是好的。审查的意思就是咧讲遮啦，就意识到家己的生命的特质甲实况。咱若是上帝囝儿，是光明的囝儿的时候，求主帮助咱，都常常意识到安尼的时阵，咱就会当伫咱的生命关系中间，互家己会醒起来，互人嘛会醒起来，学习上帝的款式。所以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咱所看《以弗所书》第5章，你会当对第1节到第20节，拢来甲看。虽然咱今仔看15，但是16、17、18，你会看到，伊提醒咱，都要去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都要把握机会，唔通干那酒醉，都要学路。这今仔日经文多一句多一节，亲像光照伫你内面，有互你醒起来无？诚做上帝囝儿，是毋是会当，互你得到国活，得到自由、喜乐、愿望？你敢有这款的经验？敢若亲像咱所要吟的诗歌，咧甲咱讲，当有主真实踮伫咱内面的时阵，咱就要会当唱出一个欢喜的声。所以咱要出这款欢喜的声，学老主的名，是因为有光明的身份，
光明敬礼的身份伫咱的内面。俄罗主以外，咱阁要听候主过来，通互咱会当该同齐进入阳光的所在。咱来吟圣诗638首。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国话的性命光照伫阮的内面，互阮也会当甲你同齐享受国话新的性命、新的生活。恳求圣神的帮助，互阮会当常常把握机会，随时讲造就人的好话，通互人得到利益。阮家己本身嘛领受光明所带来家子的好处，恳求主你继续引带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通互阮跑走伫你欢喜的路站顶头。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准备心来奉献。
起立。请坐。当咱做伙来读金句，记载伫周报的第1页。金句，以弗所书第5章20节。我读一摆，请会友做伙来读2摆。以弗所书第5章20节。万事常常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上帝。做伙来。以弗所书第5章20节。万事常常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上帝。以弗所书第5章20节。万事常常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上帝。这时，咱要来欢迎今仔日第1届来到咱中间的朋友，有一位叶谢贝，请你起立来，互阮欢迎一下。伊是考春米子的朋友，欢迎你甲阮做伙聚会。毋知阁有头一届来甲阮遮的朋友无？好，那无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今仔日下晡1点，爱家团契邀请民传大学洛芬美教授来分享。后礼拜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蔡南信牧师会前来本会正道。后礼拜下晡1点，爱家团契伫礼拜堂举办圣经研习。顶礼拜小会接了蓝泉利顺、黄巧颖加做本会会员。6月16到17号，本会科牧师苏冠辉长老前往参加总会年会。6月19号，台湾神学院举行毕业典礼，恭喜新学生苏志腾兄弟到硕毕业，并且考到神学硕士。教育事工部举办生态灵修的讲座，欢迎兄弟报名参加。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佮医治。这时，咱请牧师来带咱讲道。除了咱周报所写甲的，拄仔咱所听到这事工以外，咱嘛将咱家己本身要用主祈祷的摆列伫伊的面前，无论是咱个人身体健康、心灵、工作，听到兄弟姊妹有一寡功课甲挑战，但是嘛伫个祈祷仰望的中间，分享着不止水的见证。上帝替咱备办的会超过咱所求所想，即马是咱用偌侪时间来对焦，来对好，对甲伊要互咱迄个方向。敢若像咱以前定定听到一个例，讲垃圾路，有无？古早的垃圾路，你都爱频道，你要对到那个频道，你就接收到了一切的恩典跟讯息。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咱的生活中间通过伊的话，咱来甲上帝祈祷，请咱起立，开咱的心，开咱的嘴，咱同齐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领受你极大的疼。
特别伫即款过去几个月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形，你保守阮，但是阮恳求你，毋但敢若保守阮，嘛，互阮会当心顾你主所享受的人民甲公义，通好互更较侪人得到帮助。尤其主啊，你疼惜每一个，所以你以爱，阮也会当诚做光明的囝儿，通互人得到利益，得到帮助。恳求主你家己赐福看顾，完全所有兄弟姊妹，伫即款学习的过程中，因为有你的疼。万关能的主，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遐尼啊奥妙所备办的，永远人有限的智慧，无法度完全了解。感谢你通过圣神。不时引带阮祈祷，感谢主，也互阮会当搁一摆看到家己是光明的囝儿这款的身份。通过主你活命的话光照伫阮的内面，通互阮会当结出水的果子，有公义，有善良，有诚实，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嘛成做阮家庭的祝福。搁一摆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仰望交托，主啊，互阮会当常常伫你的听内面往前跑走，也经验你所互阮一切的恩惠甲慈爱。恳求你的怜悯、过手，拢无离开阮。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是来吟上吟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上音线，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灭倒散会。